南投竹山的社寮國中去美國參加今年的風力能源世界比賽，在國中開放風機組摕到冠軍。因返來台灣了後，嘛隨去指南宮拜拜，感謝土地公保庇。因來在地鄉親嘛是放炮啊來歡迎這陣世界冠軍。用炮聲歡迎摕到世界冠軍的社寮國中同學韓老師，這陣台灣之光透早落飛機，隨到竹山指南宮來感謝土地公土地婆，嘛感謝廟方和各界的贊助費用。當地鄉親大家嘛攏感覺真光榮。看到這麼多的鄉親這樣子，以前心情跟反應又是怎麼樣的？我嚇到，感覺很開心，然後很不真實，覺得自己辦到得很厲害。在囡仔攏真上進哦，他們去學習，真的真沒有想到說。這麼偏僻的鄉下的國中生，會當得到全世界冠軍。南投竹山的社寮國中，頂日啊去美國的威斯康辛州參加2026年氣味的風力能源世界賽，摕到國中開放風機組世界冠軍。老師講，在美國比賽過程中，其實嘛有拄到困難。頭起先因的風吹輪啊駛袂起來，原因是美國的風速慢較濟，學生趕緊換氣啊，真緊就互風葉啊轉起來。在美國遐個風較細降，阮的楓葉啊攏轉袂起來。干那這改變，甲這調整，阮就開半工的時間，全部的老師家長攏袂當動手幫忙，全部還有囡仔家己去做。帶隊的老師講，雖然正式比賽和練習有小可無共，不過學生啊表現真穩定，摕到冠軍是大家日常的累積。這個氣味的風力能源世界賽。今年有125隊參加，摕到世界冠軍，嘛，讓世界看到台灣科技教育的實力。咱總統府第一時間嘛發出賀電恭喜，嘛顯示着對這個比賽的看重。記者安秀南投報道。